咁上次咧就拍咗條片就同大家講咗就係點解關稅戰咧打響咗之後會令到黃金升，比特幣跌啦。而今次咧拍呢條片咧就係想講一講關於呢一個加密貨幣市場爆倉嘅呢一個問題，因為已經有新聞咧係講咗咧，就係話24小時入邊咧係有接近200億美金去爆倉，而且人數亦都係接近160萬人嘅。咁其實今次咧就先係想同大家講一講就係點解市場會因為特朗普呢一個關稅戰嘅消息，引致到咁多人恐慌性拋售，從而導致到爆倉，亦都會講一講就係爆倉主要嘅原因會因為啲咩，亦都會俾一啲建議大家啦，就係到底我哋係應該點樣去做一啲交易嘅。因為凡親幣圈牛市一嚟嘅時候，跟隨住出現嘅呢，就係一啲叫做山寨幣嘅季節，即係其實好簡單，我哋可以理解做一個股票市場啦。你譬如股票市場唔活躍係咁跌嘅時候，咁其實啲 IPO 都唔敢會喺嗰時去上噶嘛。OK， 咁點解呢？因為你個市場即使你嗰個項目或者你嗰間公司係幾有實力都好，OK， 市場係冇吸引力去吸引啲資金去俾你嘅時候呢，你個項目上咗係等於浪費咗個機會。咁所以其實呢，喺牛市出現嘅時候呢，咁除咗有好多一啲幣圈嘅項目會上線之外呢，亦都會有部分嘅資金呢係轉咗入去山寨幣呢一啲嘅幣種入邊，因為有好多人都希望可以以小博大。咁到底山寨幣同呢一個恐慌性拋售上面有啲乜嘢嘅聯繫呢？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山寨幣嘅流動性咧唔足夠，導致到一啲交易平台咧係觸發咗佢哋一個叫做自動減倉機制。而呢一個嘅自動減倉機制咧，喺某程度上係會令到市場嘅買盤咧係更加之少，即係個承托力咧、個支撐力咧已經係再次削弱，所以係因為呢一個嘅自動減倉機制咧係再次加劇咗市場呢一個恐慌性拋售。好，大家可以睇下呢度乜嘢叫做一個完整嘅交易呢？譬如有個人叫阿 A， 佢而家買咗100粒嘅 Bitcoin 係睇升嘅。佢嘅動作係買 ，OK， 即係喺佢平倉嘅時候係需要賣翻出個市場，你先叫做完成咗一個交易。因為有買就要有賣，先可以促成到呢一個成交。咁成個過程就係咁樣啦。咁譬如 A 佢買咗100粒嘅 Bitcoin 係睇升嘅，咁佢係買嘅動作啦 ，OK。咁然之後去到某個價位嘅時候，佢要平倉啦 ，OK。咁可能市場上面就有啲人 set 咗一啲沽盤啦，即係一啲賣盤啦，一啲 short 嘅盤啦 ，OK。咁就會同佢自動對接咗啦 ，OK。咁佢100粒 Bitcoin 唔一定係對一個對手嘅，可能係對3至4個對手，甚至5、6個對手嘅。咁可能有啲有20粒啦，有啲有30啦，有啲有50粒啦。咁佢哋個盤係自動一個買一個賣嘅時候呢，佢哋願意接受對方嘅價格呢，先叫做正式完成咗一個交易嘅。好啦，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咩叫做自動減倉機制 ADL。咁 ADL 呢，就其實係一啲交易平台上面針對住一啲槓桿合約製造出嚟，去保護佢哋交易平台咧唔好蝕太多錢嘅一啲機制。OK， 咁到底係點樣去觸發佢呢？咁而家同大家舉個例子。咁而家有個人叫阿 A， 咁佢咧就用槓桿合約買咗100手嘅呢一個比特幣去睇佢升嘅。OK， 咁但係好唔好彩，佢睇錯方向。OK， 個市場係咁跌，係咁跌，係咁跌，去到佢一個叫做強平嘅位置，因為佢保證金唔夠啊嘛，咁就要強制平倉啦。OK， 咁但係強制平倉嘅時候，頭先你哋聽完個交易如何係完成一個完整嘅交易之後呢，咁其實佢100粒係買嘅時候，咁佢去強制平倉，即係佢哋所謂嘅止損嗰一下呢，係要做乜嘢動作呢？就係要賣翻出去啦。咁到底如果市場假設個流動性不足，就即係譬如冇咁多人賣，你有100粒係買嘅，但係賣嘅人接你貨嘅人得嗰70粒，咁點算呢 ？OK， 你剩低嗰30粒咪成交唔到咯，係咪先？咁當佢成交唔到嘅時候，ADL 呢個自動減倉機制咧，就會喺一啲交易平台上面咧係自動啟動噶啦 ，OK， 自動觸發噶啦。咁佢會點樣做咧？你呢30粒平唔到倉啊嘛，咁交易所就會從一啲比較高槓桿、高盈利嘅 account 入邊啊，強制平咗佢哋賺緊錢嘅倉，去提供一啲貨去接咗你個盤 ，OK， 咁所以就會令到
即係本身假設你係買升啦，但係市場嗰個人係買緊跌，佢先會有盈利噶嘛。OK， 睇緊跌佢先會有盈利噶嘛。咁所以係將佢哋嘅貨強制去平咗倉之後，就令到市場嘅買盤係更加之少啦，因為佢消化咗我哋嘅買盤啊嘛。咁所以就會引致到呢個市場係再次加劇咗呢一個嘅崩盤，所以形成咗今次嘅呢一個嘅恐慌性拋售啦。咁講完呢一個自動減倉機制之後呢，咁我就想講下一啲我自己交易咁多年以嚟啦，我認為一啲普遍爆倉嘅一啲原因啦。咁如果你哋認為我講得啱嘅，你哋一定要去避開呢一啲嘅陷阱。咁第一樣嘢，老生常談就係唔 set 止損。好多人以為自己好犀利，贏100鋪都係唔 set 止損，係咁 full 貨。我哋叫唔 set 止損，我哋叫 full 貨啊嘛，full 翻嚟嘅。OK， 咁其實個市場呢，只要一個大行情就已經可以一鋪清理袋㗎啦。因為set 止損係為咗我哋嘅個人情緒同市場咧係隔離咗，即係唔好因為有個人情緒進入咗個市場而影響咗我哋交易嘅策略。點解啊？嗱，舉個例子，假設你哋每次咧係 set 5000U 嘅止損啦，OK， 咁去到5000U 嘅時候，你又覺得好似跌到差唔多係又會反彈嘅咯喎，OK，咁你係不停改你嘅止損。當你一改嗰一刻咧，其實你承受嘅風險咧就係一啲叫意外啊、意料之外嘅嘢。意料之外嘅嘢，即係你冇預計到啦，冇預計到嘅時候，你除非要即刻去撈，到底我應唔應該 set 咗另一個價位止損呢？就唔好再變，定還是再變呢？你嘅心仲有其他嘅諗法㗎，就係會話個市場應該跌到差唔多咯，可能會反彈翻上去。但係當個市場繼續跌深啲嘅時候，你又會諗死啦，個市場會唔會繼續跌呢？唔 set 止損，某程度上呢，就會俾個市場控制住你嘅思緒去走咯。好啦，咁第二樣嘢係咩呢？好多人唔識用幣圈入邊嘅槓桿，成日都亂咁 set。拉大嘅槓桿，我個籌碼就可以少啲，以小博大。絕對唔係。槓桿呢，其實喺我哋炒幣上面呢，係得一個功能嘅啫，就係要調節到一個適合嘅槓桿，去確保你嗰個交易嘅保證金呢係有足夠嘅防守力。第三就係好多人會用一個博嘅心態啦，我認為嘅心態啦。咁其實今次咧爆倉咧，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有大部分啦都係屬於一啲山寨幣啊，跌咗90%嘅。OK， 好多人以為買山寨幣，我買完之後佢應該唔會跌到50% 嘅。OK， 譬如我4蚊買，佢唔會跌到落2蚊啩？咁我 set 2蚊，我咪一定唔會輸咯。成日都喺度諗，但係又唔做一啲正確嘅分析喎。成日都用我認為咁樣去進咗場之後，所以我成日都講市場只要係有一次發生咗一啲意外嘅時候呢，就可以一鋪清理袋啦。第四樣就係唔了解市場嘅特性，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幣圈係一個新興市場，而呢一個新興市場呢，其實喺金融嘅系統上面呢，仲未係一個好成熟穩重嘅市場。當然係有好多人嘅追捧，但係你亦都會知道有好多人靠把口就可以操控到呢一個市場。咁大家都會知道，其實佢波動性咁大嘅時候，係咪應該真係要落足功夫去做一啲風險管理呢？ OK。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我發現咧，好多人好中意同個市場談戀愛嘅，即係好多人炒幣咧，唔係因為了解咗幣嘅特性啊、市場嘅特質啊、佢嘅運作啊等等而走去炒幣，係因為個熱潮掀起咗之後 ，OK， 加密貨幣 hit 咗之後，好多人係去炒幣。咁但係我自己啦，我都有炒幣嘅之前，但係我依家冇炒幣啦，因為我自己嘅投資組合入邊咧，我會有一個規則俾自己，就係我取易不取難。OK， 咁即係我由23年開始已經同我啲學生講啦。23年年尾開始已經講緊，就係話24年、25年最優質嘅資產都係加密貨幣同黃金。咁所以其實我係 keep 住咧，都係重心係擺咗喺炒黃金嗰方面。而加密貨幣我係睇好佢未來5至10年嗰個趨勢啊嘛。咁所以其實加密貨幣咧，我哋嘅做法就係每一個月喺我個人工入邊咧，固定嘅比例啦，就會買少少啦。咁然之後咧，咁譬如當個市場大跌嘅時候，咁我哋亦都會去做一個基本面嘅分析，再加埋一個技術分析，睇下嗰個位置到底值唔值得我哋去大手買入去吸納啦。OK，咁如果值得嘅，咁係梗係掃貨啦，係咪先？嗱，咁呢度咧俾翻張
圖大家去睇下先。咁呢一張圖咧就係我以前咧喺2024年3月嘅時候啦，同啲學生上堂啦，OK 俾佢哋睇嘅一個加密貨幣嘅分析啦。咁因為咧你會見到咧係做咗一個圓底嘅形態出嚟，咁啊經過係呢一個嘅量度嘅延伸之後啦，咁其實我哋係計算到佢嗰個目標價咧係大概係115000左右。咁其實所以我自己咧喺115000呢個位咧都放咗我大概3至4成嘅加密貨幣出去㗎啦。OK，因為我自己會認為啦，其實做投資啦，即係當然你首先要了解到佢嘅基本面嘅趨勢係好之外啦，即係順住即係有個勢好清晰俾你跟住去做之外啦，即係你無論長線好短線好，你都要有一個目標價俾自己，一係就時間俾自己。OK， 譬如你揸佢5年嘅，咁呢5年入邊到某一個價位你要去離場嘅，咁離場嘅時候或者係嗰個價位係你需要去重新做一個決定嘅，咁你呢啲全部都係有 planning 嘅，並唔係話你認為個市場牛市嚟啦，咁佢一定升，唔係咁樣去炒一個或者係去投資一樣嘢咯，因為咁樣就會變咗係一個投機咯。好啦，咁啊最後亦都同大家講過啦，即係都會同大家講下其實係點樣去做一啲市場分析噶嘛。其實做市場分析好簡單，其實就係呢4樣嘢啦。咁始終時間有限，我就唔可以講太多，我好簡單咁講下啦。咁啊記住呢4個字：皇后兵盾。OK， 咁啊趨勢咧永遠係最主要嘅嗰一樣嘢。OK， 然之後位置唔係講緊邊個價位喎，係個市場結構係到底一個延續嘅形態啊、橫行嘅形態啊，定係一個反轉形態入邊。咁信號兵就係我哋嘅信號，即係當你 get 到喺一個形態入邊，喺趨勢入邊。譬如係升啦，然之後個形態入邊係一個延續形態啦，咁亦都已經係有一個信號話俾你聽，呢個位置係一個底位嘅時候，咁你先可以去進場噶嘛。當你進場係開始打呢一場仗嘅時候，咁最後其實你哋都要做好你哋嘅防護罩啦，你哋嘅防護盾啦，就係一啲風險管理咯，即係你哋都要計算好就係到底自己係承受到幾多嘅風險，願意用到幾多嘅風險去做呢一個嘅交易。其實咧，做槓桿合約咧，我自己就認為係一個零和遊戲，即係一係贏一係輸。當然你可以打和啦，咁但係你其實做緊嘅嘢，只不過你喺市場上面揾好多嘅蛛絲馬跡，然之後綜合晒呢啲蛛絲馬跡去判斷就係個市場嚟緊升定跌，然之後到底佢升係升到咩位，跌跌唔到咩位。OK， 你定好個策略，咁你就進場，然之後就聽天由命。即係唔好諗到交易係有人每一次都會贏，我夠膽講冇任何人啊可以交易100% 勝率啊。OK， 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喺呢一件事上面係盡量去做好，即係無論喺趨勢結構位置上面 OK 幾時去進場呢啲，只要你每一次係做好你個交易嗰個過程嘅準備過程嘅話咧，咁其實你交易先會喺未來嘅日子慢慢可以係聚沙成塔，先可以累積到個財富。好，咁今集嘅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先。咁如果你認為我今日同你講嘅嘢係有幫到你嘅，又不妨俾個 like 我，又留啲 comment 俾我。